李凤春冲出该搭房间，当外头手指挪一挪么离开该搭围路里往苍醉市场而去。不晓得赶到苍醉市场嘛，已经5场子，退位5分钟辰光。那么有劲上台中是为何？各位输了，是都会不错了。等到台浪下来嘛，想着看，让我还是寻找三凤到底去教示教示。不晓得你要去寻找三凤嘛？首先站过来努力一拉，说凤春啊，你不领不清啊？你现在哪还去寻三凤呢？你现在去虎浪接雨啊？三凤嘛，让后头啦，现在别去啊！让你后事太点，门摘了过脱2日，才不爱个。那么大先生说李先生，你刚刚到上海，脚跟为分离婚。今朝苍醉误场，搿个不是小事体，不能打办法。实讲，首先讲自家人，明朝去打招呼，为不爱。今朝嘛，早点去休息吧。明朝个事业去，我们陪你去吃点么子。那么大先生陪李凤春去吃点鸭血，再送礼回住上高头困觉。一小一故事到来着，到明朝走廊向凤春起来，一个屁团忙正苍醉市场而去啊！搿个夜天，佘三凤是一夜未眠。本来中档子，凤春马上随会得来寻我，我个事体刚刚清爽假释我回。上日的是等到赛市场，听客追光，挨得上子打杀勾人，李凤春神女分来，搿么想着看？让我去寻李吧，说也想下里去寻我凤春们，办这个实习场。哪个三凤来了？是三凤啊！刚刚我看见凤春的呀，我打里说，哦哟，三凤想说不到考问，你阿姨去求求李家。不晓得凤春啊，你当我说，哦哟，这个张莹莹小姐也请你吃鸭血，辰光不在这，等下走来再说吧。三凤啊！我可能会记着，哎，李凤春啊，跟着张莹莹去吃鸭血子。你这个一番话真是为件后浪天雨。搿三凤听子，你家里心里想哪考问？说了上浪向飞来飞去飞来，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快，眼睛刚刚闭起来，一歇歇一醒子。现在起来之后嘛，梳洗一别，也想忙进房间里向去。哎。前吃不了凤春口气，凤春是拉着来个鸡大子，门一推门里向关下来，大概三凤了困觉，为止我事体嘛，说你从夜天分困下的，让你困一歇吧。那么自家呢，所以15天上里到休息间里，坐定身体嘛，看看板放灯，其实蹲了上头的心不定，一歇下去忙忙，一歇下去看看，现在看见到三凤腰间黑上。三凤，搿佘三凤一听声音，对白转了一口嘛，哎呀是李凤春哇！啊是你现在了刚刚想着要来寻我哇，踩也不去踩你，说你哪个门，砰！好像人居得娘得跑呀，娘得慢的是不留一颗鼻头。三凤，你听我叫声了，说你我到围路里去嘛，我还是性命呢，抢我去实务呀。那么我哪想得到，你会得到搿么去闯党委？那么那个中上话，他是我得呢分高明白随上排队嘛。我想你分误会了这个，所以我蹲那里向不出来。那么我想你闯得开边，总要追。路里晓得你闯得开边，还不追，是不追？我们滨江的以至于弄得苍水我上要。搿三凤一听么凤春讲个闲话也气人啊！这人实讲讲起来，你苍水我上，侪是我害个了。心里向实在怪火了。于心不睬你，三凤，你听我讲呢。三凤，我放不了你在井台边，戏剧恰恰话，我看中无意心内的从此。不顾那吃
还是手举海天。我把那22字口子念，把完那口人给来那一天，我奉承真为把你，你们快开门，听我对你细细言。我是放不了一张明信片，没的风波起。我们是死别生离请客见，你们身处送好来祭奠，人口全是在我身边。这种真情的话，动人的心，肺腑的言。我们句句铭刻在心间，我奉承真为把你，你们快开门，听我对你细细言。三凤，你快点开门啊！哎，这是个啥三凤啊？把那李凤春十二几句闲话一讲呢，你个心都动着。听他一来，自然滚，空那死地。用心奉承啦，只怕你抽打白话的大都市，相逢离逢难分辨。我为的玉律把心思但是名家知道啥？手儿是他虽然杀的是口我是海一中的你谁嘛穷，真不加深奉承，我来这里打你讲过，上海十里洋上欧虎北门，你千万自家要当心点的。你哪随时不听我的闲话，难道我闲话全部在忘记个走啊？三凤，我哪不听你闲话？难怪我一定要说好事。上海是讲十里洋场，样样物事侪有你自家要当心。我哪不当心？我得知上海跳舞厅分几些，咖啡馆也分补习，但那两家的大马路辰光不，我一门心思随时要说好事呀。三凤啊，为此要说好事嘛，你开门呀！该打穿堂风冷得来，哎，喉咙吃上子冷风要饿脱个呀！哎呀，不，你自家也讲么想对怪，你等了外头起冷风，可是我还有点不舍得该。那是两多情的疯姑娘，她哪舍得心上的深痕？
不得理。比哦哟，我的浪得了，里向搭点男人个喏。眼睛脑子咱热水袋收过去，快点午睡吧。搿只热水袋拿得水里嘛，热了水了嘛，暖得心里。三王，凤春，搿桩事体我帮你讲，哎，拿耳朵吹过来头。哎，我晓得这。你到了说点啥呀？那你看电视听不出个，反正你都听不出，你两家里也听不出。啥体嘛？两家里讲个悄悄话，讲点啥？嘿，李凤春总归辣三凤门前呢，办财教室。一个儿是忙前事，一个儿是泪淋漓。口里哭么？哦哟，他有点不舍得。三凤，你别哭呢。你都眼睛还个去，不是我自家也去。凤春一个儿是，凤春你太糊涂。一个儿他比我子去往里。三王，我当你讲，该桩事体挂来挂去，门都先生不合。哈？本来我不去的呀，李老边上切边呀，是去手头不眼盖，人家一片神情，那么我再去这个。啥么子啊？阿是到围落里去，是先生关着里去的。葛么昨日子到先生带我去，张燕请客里吃药膳，也有讲是个家。让我来问问看。葛么凤春，昨日夜里向你老做啥呢？昨日夜里嘛，我收脱子书，我去吃药膳个。哦，实在是去吃药膳的。葛么你吃得子药膳嘛，也是侬们人家送转去着。不，人家拿我送走去。哎哟，寻啥特是为别人家努力送转去着？听得搿老么得有点回魂气着呀！一个帮眼，你反正讲呢，你搿个才好去问个呀，大先生才晓得，你去问大先生呢。啊？哪门大先生？咦，昨日收脱子书，大先生嘛陪我去吃牛肉板子，吃脱牛肉板子嘛送我回杂家头去困觉个，你才晓得个。啥么子啊？哎，昨日子到夜里向，你不是带个张莹莹吃药膳呀？张莹莹啊，啊？张莹莹嘛人家生日哇，昨日来听书啊，不是来嘛，哪去吃药膳？不是呀，本来我昨日是要来寻你的，那么先生跟我讲，关叫我非要来寻你子，你陪个张莹莹去吃药膳子呀，是俺我分来的。三凤，啊？你到山上上说句话呀。啊是个？昨日我下子书台谁也来寻你个，你到山上弄我一拉，说你现在去寻三凤，三凤喝不对了，喝不上去有过两日再讲，哪么我分来寻你？哎呀，那么事体才清爽，原来是先生辣辣当中辣辣说闲话的。凤春，你门家红看断档下来，非得来休息室休息室，你实在到我房间里来歇一歇吧。到你房间里啊？到你房间里我不来。为啥呢？到你房间里嘛，也吃西北风子。哦哟，你好子哇！西凤是一片黑心，哎，辰光过得蛮快。凤春红看断档下来嘛，大概到沧州市了。随到三凤房间里向，哦哟，三凤是要叫牛拍什么拍哈，家里休息一歇，等歇还要松快得了。有些了，还叫休息，养足精神。你也休息啊？哼，不能休息。今朝大概休息室外头，只有廊里向来自几个流氓，汪啷汪啷啷出，说啥？是该到一个14岁上李凤春的，昨日到围落里啊，寻着张莹莹，你也晓得张莹啥人？一人三叫是你老头子包脱个，吃用开销侪是你老头子个。昨日你老头子就让下头，本来想上来个，寻着李凤春个，把你落脱个，哪能把句闲话出来？凤春一听啥么子？有搿种事体个？哎呀，我当知道围落里难看的。害得三凤气得这个一夜天风困黑，我自家是一夜非眠。现在为笼子个老头子了啥？哦喽啊！冲到外头嘛，把两个流氓出起来，长得实在结棍嘛，搞龙口三个在后手这个，牛头一搞，回到里向嘛，一杯狼茶浪台子了，拉起了嘛，一饮而尽。哎，沧州市上个神经里带过来子，脑子里动的不两个流氓总算追脱子。现在到李凤春门前嘛，李先生，我问侬啊，侬辣辣上海外头也得罪过啥人啊？
不管。今朝市场里向非但有流氓，而且做好了不少个巧克。哦，侬看啊，搿搭还有张报纸，上头还有写侬的嘞。啊，得，拿张报纸塞过来一看嘛，触目惊心。上头大个标题：轻看为市新闻，啪啪2个惊叹号。下头3个小点上，14岁上李凤春初到上海，吃花醉光其有心花粉绿，以致苍醉误上，央上结束为贪恋女色，一夜成性。从今往后，再也听不得李凤春杀出一条黑喉咙，看上去只好听2声摇马脚，真是可惜啊，可惜啊！李凤春口误，人谁会得发抖？搿张报纸毛针对了去，当一动，口气。那么这个，今朝看上去是要出事体。宣誓间外头啊，12个人围好了，有听卡，有抢卡，为顶天明派好几个流氓，搿马桶盖阿姨啊，侪辣海，大家侪让七张不知。哦哟，哎，搿个14岁上李凤春啊，侬看啊，昨天么我上，今朝是侬看报纸浪向侪登出来了。搿种14岁上小14呀，就勿应该让伊到上海来。就是讲啊，阿拉好到沧州市场来个。那请搿种先生来，对个呀，头亲节约了勿得了。阿拉勿要听14。报纸上侪登出来了。对个。啊，阿拉勿要听啊。勿要听。哎，勿要听，勿要听，勿要听。勿要听，勿要听。哎，勿晓得内当中啊有个马桶盖阿姨认得来得个哈。哎呀，你都非要这个啊！昨日子他不是还讲了嘛？讲李凤春嘛，年纪轻貌相哈，唱得哈，说得哈，那闲话现在马上就转着呢。别人讲年纪轻了呀，也是啦，搿种三男嘛，有辰光脑子是要糊涂个，也是辰光分掌握哈嘛，不喊挂理个呀。你都没必要听，我也听个。哎，我也听李先生个。杜先生带得了几个朋友，在下浪帮腔，哎。阿拉是要听李先生的，阿拉要听李凤春的。哎，内当中还有一个人，啥人么张玉英。昨日子他因为辰光来不及，分来听时，今朝呢导致2个三姐妹一道过来。现在看大家人家7张报纸，讲非要听李凤春啊，心里向带着一阵的内疚。像我么是好心，大理所养哈个亲里来百姓，啥人晓得今朝连来之理做，从治理向浪过，阿拉要听李先生说事的。搿市场里向神经里看大家实讲么？规则是大家非要猜测。今朝李凤春这样上台，等到第5档先生下来，李凤春第6档松卡。所以现在查房先生最等到第5档先生下来，拿李凤春只松卡椅子往这台浪向抱下么？要紧最后一声，李先生，请您上台。李凤春头低一点，过来。大堂时代，自家规则自家非激动啊，平一平气，对下头一看嘛，卡不，但是所有人的目光呢，是有点奇怪，有一种呢这个看拉普，有一种嘛惋惜。大概了，报纸上的新闻你都侪看见着。葛么老实讲今朝我不怕改，我刚吃了红口团党，喉咙不烂了。团党啊，搿个是蛮难食的，下头蛮实实的。我达到台上一声说表，西北来经济城今朝小工党弟兄帮团，搿个一声声音下去嘛，马上别人。所以今朝都不要担心，我要先点喉咙本多听听。椅子架哈啪台上一放，西北来经济城。不晓得你搿声声音出来嘛，下头也要吓死脱个了。哎呀呀，完结了哇，完结了哇，完结了，喉咙气脱了哇。哎哟，搿声声音勿晓得啥地方出来个哇。哎哟，完结在哇！凤春觉得奇怪着，我刚刚红口团党声音蛮吓，那是啥都来不得下脱。凤春啊，你刚刚2个流氓来，你到底都3个辰光，吼一吼，心里嘛闷一闷。喉咙口牛头一搞吃了是冷风的，再加上一杯冷茶下去，不声大充血呢，手淫着呀。搿么哪办法？
辣辣台浪向今朝被搬下去，搿么啥个？让我用点底气，声音努力顶一顶。小王堂弟兄相会，哎呀，神女不来了。搿么啥个？师傅来，我来唱吧。吓得我们唱个基本功还蛮好。今朝用点中气想办法嘛，各位士大夫过去再说。李凤春言之拿起来，开口就唱。虽君昔日里嘛不少，中文人已不服你口。哎呦，不来哇！看上去今朝下台根本唱不上。哎呦，那么太了！今朝搿位是唱功师，搿只言子拿得水里头也唱得低的了。下台不来，没哪办法？冯春基本功好，这个下台不能唱嘛，我们来唱深点，深前后了喉咙乌湿湿，还打鼓的，对。将不战，双亲为不孝。哎呀，不来嘛？怎么这个？唱不来嘛？让我来念吧，念他里老的。已经是与子不是否，故而我第一桩大事，挖胸哦。哦哟，不晓得你这个马队听他一屁龙着呀！哟，来兄啊！侬听啊，搿只乌龙啥个乌龙了？要死快了哎，李凤昌，侬哪能胸口里搭子指甲子？对呀，指甲搬脱呀！听了老门嘞！勿是羊毛叫比细毛叫了呀！谁讲呀？我帮侬讲，哎，本来我就心肠勿好，哪能啦？心情嘛也勿灵光。葛么我想今朝到沧州市场来听定诗啊，听了嘛，葛么心情放松点，心肠好。葛么侬现在心肠好点伐？哦哟，现在被伊搿两声声音唱下来是让我，哎哟哟，哪能？哎哟，勿灵了，勿灵了。我马想没嘞，马想不是，我吃，吃。冯春呐，一个人蹲了台上，那么真的比死也难过，唱不出，念不出。哎呀，我的喉咙哪会是干个叫啊？内心呢，真的像三巴郎所想，吃着鼻耳朵，切光喉咙，不是这样桩事体呀。那么现在喉咙这样腔的，听卡门子，那没办法解释。心里郁是郁得来，眼里也要落下来着。搿来当中有一个人行浪出眼，啥人们随是个张爷爷，想想个冯春阿姨作孽，你们平常辰光被人家欺负，想不到那个40先生今朝行浪被人家欺负啊！搿么冯春蹲辣台上呢哈？想我下去吧，你蹲辣台上唱不出，说不出，太台啊！所以冯春厚着眼里下台。先锋呢，厚着眼里上台。那么先锋哪会上台？那冯春今朝上台问题个神经里啊，已经心里也得动。等到那个上西北家声音出来，我们要有好个了。所以请石先生顺读13当随便那帮忙。今朝看上去了，李凤春送卡不来是了，半夜5到送卡，所以石先生山高里真没黑了。那凤春下台嘛，首先张手到台，哦，今朝得意。小南，写那个句啊，很甜很甜哦，第一天呢风地出说啊，现在呢，到底还是要我们来送卡，到底把我赶下去。所以达到台上说个两声诗喷送，浑身是八千八嘎说以后。先锋想今朝个李凤春留下来哪弄法？看上去上海市不能够再等下去着，上海不能等，随得把个让花乡马头重新再一起实施。搿乃下周再到上海，不只要等到后年后月啊！哎，想想也成为一个台市名将，不是桩容易个事体呀。心里想难过，喉咙看刚刚间么，搿先锋也哭出来着。哪是唱出来个声音哪会好听呢？不像浪唱，像跟浪哭着一样。那个声音，冯春听得耳朵，听得耳朵了，句句刺到心底，晓得先锋你是李强了。
你阿拉为我难过，我无能为力。会得给他休息间里凳子上一坐嘛，搿人瘫脱了。三个嗓子上大毛病不晓得，哪个道理？搿喉咙口塞住啥个么子会得发不出声音？一看嘛，台浪向杯子半边了一把剪刀，搿把剪刀拿到手里恨不得拿自家喉咙抢开来看一看，是个啥个么子？茶房先生最拿李凤春台浪向只椅子拿下来嘛。李先生，喏，搿只椅子拿个，拿拿下吧。看见的自家搿只椅子，真是为欲哭无泪。自家17岁开始学识书，搿把椅子就跟了我无论计划后事，或叫心血，你侪晓得。我帮忙大子拿搿把椅子进上海一炮开红。想不到今朝会弄懂这样的境界。拿搿只椅子跟了我为啥意思？你阿拉吃苦头嘛。想到该当，搿把剪刀拿了手里，湿对，加上我3个眼线，啪一剪，你一剪棒，眼线断脱，眼线没断脱，凤春眼里十分个滚。搿一个热心的听客大先生带着个朋友到后台来看看李凤春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哪桩事体啦？哎，我问你，今朝你辣辣红磡中断档的辰光，喉咙啊哈叫？没哈，喉咙没哈，搿么哪会得搭该搭？你松开去嘛，喉咙会得失讲话个人。我自家不晓得。你自家不晓得？哎哟，李先生，你别叫，那搿个是我个朋友陈医生。让你来打来看看吧。搿陈医生啦，是位中医，而且会得针灸的。过来吧。哎呀，李先生，㑚今朝条喉咙嘛，哪能桩事体了啊？我问呢，㑚吃过啥个么子酱？恁再想想看，不会个，否则不会喉咙下脱个。分吃过啥？哦，陈医生，哎，先生，哪能？有2个流氓来看这个。哎。我只觉着喉咙口像板擦擦个，眼头松一松，大概种吃到支冷风茶。后续呢，我再吃个杯冷茶。哎呀，李先生，那是热喉咙呀，哪能好吃冷个酒呢？那么好了吧？我晓得着，那是善打充血。哦，不来是个冬至过后，那再吃冷茶嘛，喉咙是要下脱着了。那不要叫，我今朝前巧开出针，我这箱子侪打了海，我当然针灸。啊！哎呀，拿个牙箱打开来，针灸个用具全部拿出来嘛。李先生，侬不要吓啊！那去呢方便啊，侬不要吓。我来打金针啊，拿个金针往这里喉咙浪向啪说上去。那么大家要问着了，阿有用呢？哪会得不用呢？你中国的中医呀，特别是针灸，几乎神奇的了。那非要讲单喉咙下，随着下子啊。打理针一针灸，语中还会得开口得嘞。现在打理针灸子一些气针的。哎，李先生，那阿觉着好点讲。哎，搿针子进去了，上来一点手榴弹，热咚咚，战个不够，等到你啪气针是阴碎碎的来。三哥说啊，李凤春只喉咙了，本来三哥个弄堂里堆满这个老西。自家一针灸呢，这个老西出清伤在畅通无阻。哎，李先生，咱唱看，啊好的。来，哎呦，谁卷？哎谁说你们不睡好？哎呦，李先生，哎呀，喉咙好着哇，喉咙好着吧？哎，喉咙好着。不过李先生，我打能说，针灸呢不过是强刺激，那现在是好着，难道明朝喉咙还是要下个？那回转开啊！去配点中药，好好叫吃，搿只喉咙啊，也让伊休息。谢谢大先生，哎，谢陈医生，你到今日里呀，我在记了着。说完，李凤春一看只表，离市场结束了，还有10多分钟。就说过来想拿只叶子嘛，一看叶线不离最大的，过来就让背上偷只皮包下来，一个针，追过来，3叔岁。哎，你当开红灯，我要上台。哎呀，李
先生，刚刚因为那喉咙饿脱子了，实际上了，让个石先生上台，你现在再上台嘛，我了石先生面前没办法交代过。搿倒是个为难之例子。搿么呢，我自家来吧。出宣先生到后台，沧州市场后台大家晓得，花格子个门，前头啦看得见后头，后头也看得见门前。现在一看嘛，搿邵先生仔细挖家不断清个。搿么呢，今朝小数最不开红灯门，我自家来开。搿么来开关上搭了嘛，啪，红灯亮着。搿么哪有红灯的呢？从前市场里侪有盏红灯的。三个马路上红灯，马路上红灯一亮嘛，车子也停；市场里红灯一亮，设施也要停。搿石先生去接受得起劲，我关着的，一看那红灯亮，因我松卡也用不着开红灯吧？李官里回廊收下去。冯春一看你回廊收下去啊，我看你20多，随着只开关，噼啪，你噼啪。搿只红灯一亮一亮，搿边浪向个石三凤也看见了，咦，那边浪啥红灯一亮一亮着？再端白酒来对台旁边一看嘛，冯吃拿子他屁股裂了海话，哦哟，阿伟到喉咙哈子里一上台个，搿是我要帮帮你个，是不是手里向捏纸块酒头嘛？上台子个石先生，引入先生呢，陆伟娘，陆伟娘，搿个头名说还说得下去了。看面嘛，搿只红灯一亮一亮，搿三我们手里向酒头一捏一捏，搿设施一分心，哪桩事体？只要子设施么在后头上看，我关着到现在辰光，对边浪一看，么个李凤春手里拿着只琵琶，眼睛定洋洋，好像要上台哇啊！哦，你也上台啊？阿为啥三句发神经病子啊？嘿！搿么蛮好，今朝我让你上台，刚刚台推得不够，你还要推只书嘛？哎，我今朝拨你机会，所以对着我的听课，各位来听课，嘿嘿，你6位嘛为10多分钟，你都别办，哎，下头为精彩节目啊，哎，对为精彩节目，哎，我手林子三凤三王嘛，忙中下头一排头。经过冯春门前么对着眼睛抬抬，因说：“嘿，今朝我看你出洋相抬抬。”搿三王也对冯春浪看呀，你说冯春啊，你阿拉喉咙哈子。冯春现在一百样事体不老心上，啪打到台上，身体坐定，开目不开，头上浪抬琵琶。搿下头个听课也有眼个啦。咦，哪个李凤春也上台只家？诗么不诗，唱么不唱，头上浪弹琵琶。哦，这样么东西。搿个三伙子啊，年纪么轻，还懂规矩个。你觉着今朝喉咙饿脱了，对勿住你，那么喏，上台啊，一弹只大踏琵琶拨你听听。搿三王浪眼呀，哎，想想冯春啊，你弹也上子，哪不唱了，头上弹个宫门呢？你个喉咙啊哈家。石先生也可以啊。这3句绝对发神经病啊！唱么不唱，头上弹琵琶，搿是天得记住啊！是啊，让我上台去关照一声啊！来听讲都非要等着做戏吧啊！这个李凤春发自满屏了孩子，公来门上一浪，真有想出去，来不及，啥？冯春开口唱着，非分激动，把诗意带。声音出来嘛，我的哇！哎呀，刚刚喉咙饿脱，现在杀菜条喉咙。搿听课嘛，刚刚5岁，现在是3天上高兴。哎哟，哦哟，李先生，侬喉咙好了？侬喉咙好了伐？侬唱。哎，唱只歌，唱只歌。唱到门上，阿拉听下去。哎，侬唱到几两？阿拉听到侬几两。我是死别天中在等待。啊！哎呀，你自家一句一唱嘛，下头听可不懂这个，喉咙没哈子，哪一时下呢？一转子，哎，李先生，你哪一转子呢？啊！
我也感谢人医生，把我的伤引开，我才能一曲琵琶飞风。平日里我的始终神不多年去，把那一个人物看得太简单，不必相与去，不分他与对，因此我被逼离开上海滩。我何必一口玉面刚吃痛，咋得了白雨打狂风吹，我们一起轻轻吃2块，风是短短早在，我恨上那东昂西斗我的鬼，下面那后台虚伪，因此我被逼离开上海滩。再有那新闻报道也真实，恶意诽谤太不该，也搞起我李凤成逼我下时代，因此我被逼离开上海滩。我咋处着心不灰，18之后长智慧，我决心呀送飞上海滩，把那艺术才华来发挥。所以是今日里我们才是告别上海滩。李凤中唱舞曲掌声雷动，为得受罪，那么要再次进上海门，我为继续。